COP28 聯合國氣候峰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喺12月11提出新嘅氣候協議嘅草案，要來呼籲這個減少化石燃料，也毋過伊所無講到要漸漸加淘汰，所以國家是真批評，包括這個歐盟甲一寡開發中嘅國家攏徛共陣，呼籲講一定愛來漸漸淘汰化石燃料。比預期晚6點外鐘才發布 COP28 聯合國氣候峰會核心協議草案，內容呼籲各國採取行動減少地區地球暖化污染，包含減少石油、土炭甲天然氣消費甲生產。毋過，真濟氣候專家甲活動人士批評草案措辭真模糊，缺少具體時間表，閣無講到慢慢淘汰化石燃料。You know what remains to be agreed. And you know that I want you to deliver the highest ambition on all items, including on fossil fuel language. If I can help, my door remains wide open to all of you. 在主席致辭的時陣，有示威者入去，也看板是化口號抗議。即報超過100個國家支持喺協議中用慢慢淘汰化石燃料用詞，毋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甲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領導人是反對啲協議，但就這類嘅用字，歐盟以開發國家甲開發中國家豆豆徛喺共一陣線，呼籲慢慢淘汰化石燃料。小多數國家聯盟已經表態未批准這協議，閣批評談判無透明度甲包容性。I cannot hide the fact from you. That the text as it now stands is disappointing. We will not sign our gift certificate. We cannot sign on to text that does not have strong commitments on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 美國國營歡迎第一份聲明中表示，這草案力求平衡多種利益，毋過需要大幅嘅加強。一關氣候人士批評，上新嘅草案比進前版本明顯都提到，峰會12結束會議批准下一屆，會喺自控制4年喺亞塞拜然舉行。公視新聞鄭慧珍報道。